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要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温强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做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杯，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肠、肉丸真好食。为学生囡仔的角度来写啦，这个白色恐怖会当到什么款的恐怖的程度就对啦。因为蒋介石甲国民党伊伫中国去用煽动甲伊演落来，所以伊就不时要掠开碟，想讲身躯边可能拢秘什么 spy 要甲伊演互倒，结果安尼制造足侪冤案。单位的小说就听笑遮的，咱讲毋捌字的人，还是讲一般的改赞的人，伊甲因的水写出来。这是我读这个小说，我看到伊迄个女性的书写的时阵，我真感动的所在。春啊花这是花名啦，亲像这种什么啊，这就是台语的语词的特色之一。无应该去互人抹黑做所谓粗俗，所谓无文雅。伫即种独裁统治的社会内底，艰苦受害的，毋若是互人掠去的人尔，因身躯边的人，因的家庭拢会去互受到影响。我入去台南一中以前，万金就已经伫遐有几落年，主要是加树仔的工友，无啥人捌伊，也罕伫甲人讲话。有时伫运动场远远看到伊，闪闪落落，绑一条头巾咧加树仔。若惊活去，伊拢会停手倒来看，亲像等要甲阮讲话。但是迄时，阮台南一中的学生，初一到高三，人拢讲是上优秀，考入去毋是状元，就是秀才，有10分的自认自觉的骄傲。北京学校的学生骂阮。目睭生伫头壳顶，喙发伫肚脐边，哪有人会甲伊讲话？伊骑车甲我当着迄摆，嘛一半是我毋对。放学了，阮伫学校大门口走小掠，大路落行的所在乌白丛，我互伊动一个，倒伫涂骹，落地仔内玻璃珠仔酷酷练出来，册也甲一世纪。告死人啊！告死人啊！大头仔的人无打，一直喊，万金按车顶跳落来。有要紧无啊？伊看我的目睭皮还有咧黏，无啥大代志，甲我扶起来。坐起你，我载你转去。伊用车载我转去厝，就是安尼，我才知影伊的名，姓苦，名万金。报户口的时，互人写毋对，变做万金。差一字哦，煞差真济去。结果我迄日尻川动一担乌青，有车通好坐，阁毋免排册包，嘛实在是袂歹。目睭生伫头壳顶，喙发伫肚脐边，
咱的台语，我真欣赏陈瑞先生的语言，伊为着要写标准的台语，真侪所在一定爱用白话字，因为若拢靠汉字白死死，是无法度真爽快来表达啦吼。所以讲目睭生伫头壳顶，这个讲法真水。若华语的嘛是有同款的讲法，眼睛长在头顶上，意思讲目头真悬，目头悬，咱若讲这人目头悬，看人无，迄个做目中无人，动车，万金甲我动车了后，这个小动球，咱讲动球。第一讲动球相帮，这个动车这个词真少人讲。其实我想是对华语的撞车来无咱要安讲？来讲车小精，车小精，小弄嘛是车小弄，车小精，所以讲弄车精车但是就是动车嘛会讲啦吼，咱较早咱讲弄球我记得时代嘛是，读高中的时拢爱爬墙过后壁，平仔爷遐弄球所以这个动车了后，小动，日期，即摆咱也有咧讲日期小动无拄好迄个时代虽然真久，但是迄个时代的记忆真好啦，因为咱迄个时代少年时阵所经过的代志拢大概拢也会记得呀。这个台南一中当然是历史足久啦这个名声也真好啦伫南部会使讲是第一好的中学你若伫田庄小田庄有一个囡仔考到台南一中厝内袂使中状元爱放炮爱请人客。迄款的程度，我毋是咧放的，你真正安尼所以台南一中这是伫遐读册的学生拢真，大家拢感觉讲真公平这个台南一中你若伊伫一个路尾四维街，这个路尾小可爬起，爬起就一个校门这个校门无真大，但是真水。校门入去一个小小的亭迄个亭有栽树一个圆箍的小路你会当在遐洗车啥货这个后壁就是学校的建筑、教室、办公室的建筑这个建筑全学校内面的建筑拢是日本时代这个西洋式的建筑伊是算做三个面的二楼建筑红砖起甲足水。伊遮有讲到即个万金变做万金的即个报名去即个写订单怎变做白字白意思的报号靠即个咧可能全台湾过去其实发生过真济就是你要报什么意思，结果有可能是行政人员无去用心嘛，有可能是真正毋知影要怎写就简单写一个大概就好安尼其实有可能意思差足济这万金甲万金这个拄好嘛是会使去互咱后壁咧读的人知影讲有即种语言上的订单过去即种例这嘛是语言上的一个袂当讲是趣味啦，就是讲因为谐音还是讲因为各种其他的理由会变做本来要学什么款意思，结果是走精几日后，伫校门口拄着万金，伊按落地仔内摸一项物件出来，闪光的日色，有糖柑遐大粒，原来是一粒玻璃珠仔。这粒珠仔互你，迄珠仔照着光，金金细细，内面有5瓣柑仔色的花，是天霸王。我一看就知影是天霸王。迄时伫学校内，即款遮赞的珠仔真少人有。你也有艺珠仔无啦，我加树仔的时，伫树仔骹捡着的。伊甲珠仔放伫我手里，请徛咧就走。天霸王，大头仔喊一声天霸王，出手甲珠仔抢去。我无看卖咧。
卖钱啦！一时，大家伫路中央围一个圆箍仔，小济看，小济要摸。马元啊，因兜好囝，甲我揪去一边，问讲：你偌济甲买？我出双倍。可伊有钱，想要甲我买，但是这天霸王的珍珠啊，有钱无当买，我哪会要买？我无要卖啦。隔壁班的好斗啊，伊做风纪股长，是阮人拔珠仔的人，家己阁上爱移珠仔，走来问我。啊，你是互人教着倒？我尻川掀一边起来，比迄搭细细搭乌青互伊看。遮啊，差不多要好啊，看无啥会出来。安尼尔？迄口气明明真失望，亲像讲我是咧装伤，完全无同情我的表示。自这车祸以后，班里的同学渐渐有人去找万金讲话，但是因甲万金讲话，主要是为着珠仔的关系。一方面，阁要保持学生自认的骄傲，实在是一半不得已，一半见笑的心情，歹势互人看见。听讲也有人用钱要甲万金买珠仔，但是照我所知，伊毋捌卖珠仔，若有拢是顺手就互人去。去社会，这个原来是60年代这个白色恐怖的故事啦，吼。迄个时阵，我想伫校园内面，原来真常常发生就对了，吼。因为咱校园方面吼，拢有正当的人伫遐，伊的位置是教官就对了，吼。啊，教官拢咧管人学生的思想啦，监察学校人的这个思想，这是用迄个做背景啦，吼。啊，写一个工友，因为伊无小心去摕到这个公文，吼啊，认做是飞碟这个故事，为学生囡仔的角度来写啦，吼，就是讲我迄阵是台南一中的学生，啊，因为熟悉这个工友，所以才发现讲这个代志，啊，才牵连到伊的家后，为着这项代志所遇到的变化，啊，伊的牵手。因为这项代志描写伊安怎起笑的方式，迄个经历，吼，啊来互白色恐怖这个故事，吼，做一个对比就对啦。这个白色恐怖会当到什么款的恐怖的程度就对啦。家母珍珠对珠仔无趣味，伊迄阵时惊甲人相思跋银角仔，甲偷看人的便当，特别是肉圆啊，大口阁爱食，厝里有钱。便当内面毋是卵，就是肉。家母珍珠上爱糟蹋伊。万金甲我动车了后，家母珍珠要创治伊，就我去看伊的便当。你注意看有人来无？好啦，较紧嘞。我过。万金的便当真奇怪，连续4天，逐日拢是2块碗粿，一支盐水，甲一撮豆油糕。又搁炸碗粿？你要创啥？替伊加菜。第5日，家母珍珠挡袂牢，去甲肉圆仔偷摕一粒卤卵来放伫万金的便当内。中昼，阮专工去看万金食便当。嘿嘿嘿，恁看。万金看到迄粒卵，笑甲嘴啊嘻嘻，用猪硬卵起来互阮看。阮某吼，今仔日甲我加菜呢。你甲我足相像诶，爱食碗粿。我毋是爱食碗粿啦，阮某少仔吼，伫菜市仔卖粿，有剩我着甲炸便当。迄粒卤卵吞了，啉一喙茶，安尼正经讲。我甲恁讲哦，少仔的粿吼，阿无了第一咧。碗粿吼，其实我是麻豆人吼，所以麻豆碗粿足出名，你会知啦吼。碗粿吼。找了好，找了歹，有一个秘诀你爱知影吼，就是迄个人参摕出来时阵吼，迄个碗粿伫碗中间吼，爱塌一塌，吼，你若平平还是碰起来吼，迄就无够价啦。碗粿吼，中爱塌一个，爱小可塌落，迄是正牌的碗粿。啊，碗粿，上要紧的碗粿是迄个味是红葱头啊。红葱头，就是咧食迄个红葱头的味，吼。啊，唯有散寡肉油啊啦。啊，食的时阵当然是豆油糕啦，吼。
水啦，你若要较功夫，一撮仔土豆粉这阵嘛是用迄个竹签啦，无人用猪的啦，竹签安尼食呀。麻豆你来去阿兰碗粿，这真出名。去消费这篇我想大仙我有一个心得分享，就是讲定定有一可能咱伫媒体啦一般听人讲定定拢会感觉讲，哎哟，台语的什么讲法毋通安尼讲啦迄足无水准迄足怂什么我感觉读这篇的时阵，当然若是徛迄种角度的人看，就是会感觉写甲这是咧写啥，敢若拢是描述较无文雅是啥。其实对我来看，颠倒变啦即个所谓的，譬如讲第一段有讲到即个台南的即个阿母寮市啊，有的人可能听着阿母寮嘛是感觉讲，什么款名要号一个较迄落其实这就是咱台湾地名一个特色之一啦，就是讲就是过去就真侪是的即个所在咱就是互伊呈现古早时代，是讲是过去传统的历史的一部分即种名其实是应该就是咱爱去保守甲保留的啦是讲亲像讲迄花叫什么花，春花哟什么什么有的人对这什么嘛做有意见感觉讲那像莫阁讲什么迄歹听啥，但是我的看法无共，我的看法就是这就是台语的一种语词的特色之一。当然语音语词特色有真侪啦但是这亲像这种什么当然这是村或者是花名啦有的人名咱嘛是可能会去加一个去讲毋过这个若加伫名后壁是爱读轻声比如讲阿春阿辉这种的这嘛同款，就亲像最近有听着讲叫我德就好这个德你同款阿辉德勇春这种这是轻声来凸显这个，就是讲是名叫法但是后壁这个其实毋是是轻声这拢是无应该去互人抹黑做所谓粗俗所谓无文雅。其实价值观应该是爱去重新去看才对啦所以伊请阮去因兜食碗粿。休暑假前一日，第一摆看到鸟穿一领朴色下底衫，甲一领宽宽的乌裙，头前下一领乌丝裙，跍伫涂骹咧清火炉，花肤染甲蓬蓬缨。看到阮，伊一个一个安尼比。你是大头你是家无珍珠，你就是迄个熬读册爱伊珠的。伊头鬃白圆圆，后面拍一个结，遐顶大粒冠、细粒冠，哪流哪切，规面切甲一搭一搭的花肤，乌色、蓝白色，亲像抹厚厚的胭脂粉，袂输台仔顶的做戏鸟手无闲，喙搁较无闲。起起哭哭，问东问西，问到尾知影我的老母定定要甲伊买碗粿。迄就是你的老母欢喜比一支大母翁起来。招爱粿无聊这支的。过来冒一个三层的人绳出来，像雨伞铁开遐大下，叫万金好通起火双手叉腰，胸坎挺悬悬。像伫池画碗粿遐大声，万金伸手去摸尻川头的裤底摸一步，吟一大篇字纸出来，就是学校捡回来的。伊讲学校免费的哪讲哪甲字纸加做一捆，用一支番仔火点互倒起来，了了甲火烧的字纸煎入去火炉内面，念伊柴机倒火起来，哔哔哔哔，烧着土炭。因大概是用一种歹的烟炭，请真济青烟甲白烟。万金出来一直压，愈压烟愈高，熏到一厝内，真久才倒起来。阮三人毋捌食过起火薰，凊甲酷酷扫，
目睭一直流。招啊看甲起爱笑，讲：是嘞，先请恁食薰，再请恁食粿。伫咧较后壁遮有去讲着讲，要去烧迄个火炭，烧火炭有写着讲，大概是用一种歹的烟炭请真侪青烟白烟，结果出来一直甲烟，结果愈烟烟愈高，熏到一厝内，对即个请烟的描写，这嘛是一个我感觉介活啦，就是讲你看伊安尼几逝字，伊就是甲迄个状况写甲真清楚因为即个卖碗粿查某囡仔，就是即个江友因某。单位咧描写的时阵，就甲江友因某的个性拢甲写出来。譬如讲，伊头先咧起火的时阵啊，即个火熏规厝内拢是。即个查某囡仔伊个，敢若讲算笑，甲遮个学生仔讲，先请恁食薰，再请恁食粿。即安尼短短一句话，就甲即个鸟啊乐天的个性甲写出来。我读了嘛，感觉真深刻安尼。阮巴肚枵，点点吞喙烂，等到粿炊好，三个人目睭哪流哪食粿。招啊炊粿比别人的加真大地，家母珍珠食甲失速叫，哪食喙哪念伊的外省仔话。妈妈的，好死，好死！好食变做好死，做一群食五地。我甲大头仔一人食3地就真棒。转到厝，挨巴肚疼。互人骂，开学了，连续一礼拜无看到万金。无偌久，学校内来一位新的工友，是一个青云面、无头毛的老兵，喙齿欠一排。家母珍珠互伊做无起的，教官常常去催伊，树仔煞换伊咧教。阮感觉奇怪，去问伊：借问一下，万金伫倒？伊起身毋讲，家母珍珠换甲伊讲外省仔话。请问万金去哪儿了？伊煞起起哭哭讲袂停，像大头兵咧弹机关枪。迄腔甲教官相共，我甲大头仔听雷，单单尾2字飞碟听有真。我问家母珍珠，是毋是互太空来的飞碟掠去？是飞碟，毋是飞碟。家母珍珠平常时上爱讲笑，伊迄时有一条长长直直的布仔面吊伫遐，完全毋是咧滚笑。伊揪阮的手，讲一句飞碟，就要走。我先是惊一条的意外，过来规身躯冲动起来，想去挖倒转去骂迄个新来的老兵。你又袂讲？伊毋认输。一只手比教官的办公室仰讲：“吕教官降低。”夭寿无去阁喊遐大声，原来是鸟鼠头李教官讲的。阮心肝头卜卜呛，赶紧走。迄日，阮3人约好，放学了做伙去找万金。到后无聊菜市仔时，已经天要暗啊，厝内单单只我一人。迄日，伊的面洗甲真清气。无抹恢复，煞变做非常的美丽，差一瞬仔认袂出来。但是伊目睭直直看，无震动，亲像袂忍就阮。我问伊：万金伫倒？伊毋应，雄雄爬起来，入去摕一个圆圆细细、有生生的铁壳仔出来，是人底汤柑仔的壳仔，内面有5-6粒珠仔。是万金暑假中捡着留起来。伊目睭看珍珠仔伫壳仔内酷酷练，目屎煞也像珠仔遐大粒，酷酷练落来，话讲袂出来。阮歹势个问，要离开的时，伊小可有精神起来，摕伫阿嫲的门边，伫路顶照无着的所在徛真久。一直看到阮行出去巷仔口去，阮3人伫路顶下底停落来，一人出一支袂知影，安安交起来扭做伙上泉，要永远甲即个秘密保守起来。万金的秘密甲招仔起痟的秘密，拢无要讲互别人知。等到厝，我单单甲我的老母讲，伊听到飞碟，马上面变色，骂我。
迄飞碟你也敢去找因？毋惊人受线甲你掠去？夭寿哦！我迄日才阁甲伊买碗粿。伊安尼讲万金甲蕉仔拢是飞碟，我心内体不平，佮叫我甲遐个珠仔摕出去弹杀，哪像是有毒会传染病的物件。我毋甘遐个珠仔，甲因藏伫烫树下底，甲天霸王囥做伙，真久无摕出来。到我毕业迄年，要去台北读册，才拢总互人去。青分、青分，啊嘛有讲生分，嘛有人讲生分。啊，这个青分，这个分就是精分的意思啦。我甲伊的精分真青疏，所以青分就是无够熟悉。吼，我拄有讲有4种讲法，啊看腔口安怎讲。啊，咱家己台南地区可能讲青分较济。我毋甘遐个珠仔，甲因藏伫烫树下底，甲天霸王囥做伙。这底有一个对日语修来的烫树，其实这烫树来源是汉语，伫《论语》的时就是《论语》，孔子讲的迄个《论语》，就一箪食，一瓢饮。迄个箪食就是日本人接收去，甲换做烫树。啊，咱佫个扣转来咧讲烫树。我囡仔时代绝对无讲三毒，敢若讲烫树。尾啊，就三毒就走出来所以这烫树来源是一定是2年以后的代志有关语言的这种误会误解的，嘛也是讲海音所造成的有个下骹嘛，有一个例，就是有关这个飞碟甲飞碟当然这是有关华语北京语啦就是讲真正是什么是飞碟啦阮以前拢讲飞碟就是讲所谓的人咧笑的所谓的台湾国语，其实是迄是华语甲英语的这种特色无同这个音素小可有争差，还是讲华语有台语无台语有华语无这种状况下所产生的当然有些可能是笑亏，但是有些可能是有重大的冲突啦就是讲到底要讲啥当然这飞碟飞碟这个物件是其中一个例啦伊才嘛有点着所以会使讲透过单位小说当互咱一方面了解一寡过去的历史的物件，虽然伊其实无一定真正是挑工要写迄历史，不过伊的小说就是真自然会甲这个历史写出来其中有关语言海音的这种争差比较，这嘛其中一点啦我足介意单位咧写起消费内底伊咧形容迄个鸟甲我头拄仔讲共款就是其实伊的笔拢足平静的，伊毋是用足重的笔去甲写所以迄个鸟虽然这毋是伊教啦就是讲这毋是一个恋爱故，伊只是咧形容即个人伊写讲厝内单单鸟一个人，迄日伊的面洗甲真清气，无抹粉，煞变做非常的美丽。虽然咱对这个美丽这个词，平常咱咧形容一个查某囡仔嘛上美丽，毋过单位的笔调伊就是足素朴的。迄日伊的面洗甲真清气，无抹恢复因为伊做过嘛，所以平常你看到迄个面拢有恢复，你看袂到伊的水所以伫这段内底，迄个恢复无的时阵，有洗面洗清气的时阵，你的画面你就会感觉哇，安尼是真正足清气的伊迄个水而且这个画面，因为小说内底的鸟其实是伊是毋捌字的毋捌字的，咱即马看到迄种古早。就是讲顶一代的人，大部分其实不管是查甫查某，一般会阶层的人拢是毋捌字毋捌字，咱互人看就是爽爽草草的迄种型。但是我想单位伊对迄个不管是女性的书写，主要是我家己看到是女性的书写，就是这毋捌字的人，因有因的水所以无抹恢复变做非常的美丽。单位的小说足听少这个咱讲毋捌字的人，还是讲一般的阶层的人，伊甲因的水写出来。这是我读这个小说，我看到伊迄个女性的书写的时阵，我真感动的所在。后来这代志则小可明白，
是因为一张字纸的关系。万金，你过来。安怎哟？你拄则伫我的桌仔遐咧敲啥？无啊，无。你裤底啊，迄张是啥？这哦，啊，这你桌仔较无要滴的字纸啊？无要滴。你看好真，这顶悬写啥？教官，你嘛真爱滚笑呢。迄顶悬的字吼，我若看有，你即位就换我坐啊。白目，这是机密的文件，你敢偷摕？行，跟我来去警备总部讲互清楚。迄日，鸟鼠头李教官伫万金的身躯顶抄到一本字纸，注释内底有一张党部发予教官的公文，讲是机要文件。万金毋捌字，伫教官的桌骹准字纸捡去。一只鸟鼠头以前伫军队做政工，即款代志一向内行，马上甲万金当作飞碟处理，直接送去警总，一去无消息。单位用伊咧读台南一中吼，迄个时做即个背景，所以嘛是差不多1950年代吼，就是拄啊即个蒋介石国民党因伫中国战事吼走路来到台湾的时。吼，这过来了无偌久，就宣布戒严，吼，就白色恐怖。因为即个蒋介石甲国民党伊伫中国去互即个共产党甲伊演落来，吼，所以其实实在讲是因家己心肝内足惊讲来台湾，佮互甲伊演互倒安尼，吼，所以伊就不时要掠即个飞碟，吼，想讲身躯边可能拢秘啥物 spy 要甲伊演互倒，结果安尼。制作足侪即个冤案，吼，像去社会内底咧写，这就是其实无啥物代志就因为因家己的惊吓，吼，因家己战士迄种自卑，吼，无安全感，所以就想讲，反正掠来，吼，有一撮嫌疑，先互你死才讲，吼，先甲你关起来、铐起来才讲，念底嘛不要紧，反正这死是别人的囝，吼，伊的政权顾掉，伊的权力。立好调，安尼就好啊！这其实是足自私的啦，吼。咱知影迄个是即个足侪即种讲飞碟，这足侪拢冤枉的，像这万金仔就是吼。迄个是其实你若做特务吼，即个 spy， 你若去共密报讲人是飞碟，迄有赏金，佮互你密告遐人若真正互掠去，互起诉，互掠去关也是判死刑，伊财产拢互有收去。吼，就遮特务会当分啊，吼，所以有诶就是可能上法送，可能有一寡钱，有啥物货，甚至讲有诶是孝顺人诶某，就准安尼，所以足侪就是要霸占人诶财产啊，是某吼，就准制作一寡冤案安尼。迄日，只我伫厝内等无人，翁雄雄无去，四界去找，侥幸一个查某人无读册，毋捌字，无头无尾。要去倒找，3日后，两个穿便衣的查甫来厝里抄，一个尻川头有派一支底穿，少仔有看见，土心嘛有看到。迄两个便衣的，甲万囡仔的厝内抄到要变过，抄无物件，煞连少仔也掠去，加载无几日，少仔就放倒来，精神煞变无常去，起初也会去袂过呢。过来过毋袂，规日饲仔来哭洗，死过去。有人讨论少仔精神毋好的原因，是因为互人性的关系。也有人讲，少仔本来身体真勇，是受了真大肉体的侮辱，袂当忍受，才变做安尼去。关系这点，少仔本人自头到尾拢毋讲。初初开始抹粉迄站。无人了解伊抹粉的心情甲背景，颠倒学落伊水，其实就是伊开始起笑的现象。少仔逐日早起时，拖目镜出门去挽花，离市仔无偌远的路边，就有即款花，伊就挽一大把转来，伫头壳顶插花，用真侪时间摆做无共的花样甲色彩，甲胭脂面的色相对配。亲像一身乌领玉，安尼伊就会看见微微啊笑，坐真久拢无叮当。
鸟仔起痟甲别人无相，有一个好处，袂去乌白吵人。火抹好就去起火，但是火炉无清，火点袂到。规日手刃摕一支番仔火，厝内酷酷洗，要点火，胭脂粉愈抹愈厚。我着看甲袂做阵，袂放心，去庙里问一包香菇来互鸟仔食，食一遍都毋食，要哪会有效？哎哟，万囡仔因兜火烧厝啊！袂我啊，一定是鸟仔搁咧后壁点火，紧去叫人来斗拍火。火烧厝迄日，鸟仔嘛是有插火，真侪蕊的火伫头壳顶，嘛有抹粉点胭脂，抹厚厚像乌冷药的面。但是迄日火烧真紧，袂赴通拍，鸟仔走无离。土心伫对面有看见，鸟仔伫火烧厝内面走无出来。可怜哦，万囡仔若倒来，看要安怎？咱看伊伫个万囡仔互掠去进前吼，伊是足骨力咧，要做生理咧揣碗粿吼。咱甲看伊单位就写讲伊是即个学生囡仔吼，高中的学生甲伊的朋友，甲伊的同学做伙去即个万囡仔因兜遐鸟仔咧揣粿，你甲看伊写伊迄个面，揣粿迄其实真辛苦的代志吼。迄阵也无啥物冷气。电风反射嘛无，热人咧吹粿，你看迄面流汗流甲，所以迄手拢可能去挥迄个汗吼，拢过着迄火呼，所以面一搭白一搭乌的吼，扑的吼，即到伊到尾有起痟了，迄面安尼抹甲吼，抹粉点胭脂的，拄一个足强的即个对照安尼吼，这嘛是伫写迄个诗吼，台湾的。下阶战吼，这战后伫个白色恐怖的时期，这台湾的下阶战因的生活吼，其实经过即个战争吼，已经有够艰苦啊吼结果战后佫拄着228遐代志，佫白色恐怖，佫互冤枉安尼吼，你连讲安尼要过一个就卑微较安定安尼勉强会当维持的生活吼，到阵连安尼也无法度。吼，所以这实在是咱替咱的这时代感觉足毋甘。当然，万金这件代志自头就是一个误会，所以万金互人掠去，无5个月就放出来。已经是火烧厝以后，无人知影伊去倒，无转去阿母寮，也无搁转来台南一中做工友。以后我毋捌看过伊，伫学校内。这件事就准煞去，后来树仔拢是迄个无起的咧教，教官定定去催伊，阮真少甲伊讲话。鸟仔的厝烧了后，真久无去停起。过一年，迄空地发出一片黄黄密密的烧花，大簇细簇，无共款的色彩。我有去图书馆看册内面的图甲说明，这种花有一个名。叫做春仔花，但是过路人无叫伊做春仔花，拢叫做起痟花，非常妖娇艳丽，连续几落年。后来阮中学毕业，离开台南市，我甲大头仔甲家母真珠考调台大，去台北读册。迄市内渐渐发展，官厝起真济，空地变无去，这花也就少去。不过，有时我有机会转去台南，伫郊外较少人行过的路边，罕罕也会看到一两丛孤独艳美的春仔花，联想起鸟仔甲中学时代。我想，伫市内即马起痟的人嘛是也真济。其实一开始咧读的时阵，你嘛想讲万囡仔可能都无要转来，结果即个鸟仔起痟了。变做插花，插花变做就是已经过样了放火烧，但是万囡仔转来，迄个虽然短短的小雪，毋过咱看迄个小雪到后壁，万紧转来，你著搁加强迄个哇，一个平凡的家庭、平静的家庭、欢喜的家庭，安尼就破喙去啊！你会当去想象万紧以后，伊是无法度好好过日子的。
啊，所以伊迄个源头就是，你看一堆要起火符的纸，变做一个明明是足简单的代志，明明是足细项的物件，毋过变做是足大的悲剧安尼。暖暖十门溪，咱来故事串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这部说落去，咱会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声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起小火，叫人跪伫冰角顶头，跪甲皮肤冻伤，跪甲无才调家己爬起来。甲人的手绑伫脚趾后，吊起来，用绳仔束；搁有甲人的衫裤脱了了，骹手绑起来，互人无才调走，规身躯甲泼汤水，等伫草坡顶，声狗遐来咬，甲人的指甲一支一支拽起来。对付妇人人嘛共款粗残，形甲老体嘛无放因煞，搁有专门咧刑查某囡仔的酷刑，嫌人下身烫长光，坐伫磨锁顶来回磨。若是有查某囡仔，互因强奸，嘛是真有可能的。免讲逐工食的拢是臭酸饭，无就是有石头仔甲沙搅伫内底。伫半暝仔，若听到铁链仔伫涂骹磨的骹步声，就表示有人要互凊决啊。有人袂堪得刑，黑白讲一寡人命互因。有的人伫内底破病，嘛无通互伊看医生，就过身啊。毋过，因拢对我宣传讲，互掠起来的人拢是失败，要交结中国，甲中华民国演互倒。毋过，事实是互凊决的人拢无经过审判，简单凭蒋介石一撮红字。应即枪决可也，就甲人刣死啊！互检举的人的财产，检举人阁会当得到，无论因讲的是真的也是假的。经过白色恐怖时代，咱敢阁有法度相信别人？我永远的故